你们还想怎样？刚我这几天都在台东，然后也在准备第二张专辑，刚好要拍一些专辑的封面照，就想跟老板讲，跟制作人，拜托可不可以回都来拍？事实上是想要赚免费回家的钱，真的对，他就回去台东，然后连2天的晚上，就白天都在拍照，去山上，去海边，很多私房景点啊，应该希望可以在专辑后面给大家分享。你可以拿专辑后面，对，这是部落的哪个讲的？我先不讲啊，我们大家玩啊。一方面也是促进那个部落文化产业。刚刚风景的时候，刚好旁边都会有汤面。希望部落的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妈都有赚到钱，有帮助到部落的家人这样。然后，但因为这里2天都在拍照，部落的小朋友都到家练吉他，教他们吉他也不过是从去年的暑假开始。感谢很多朋友，然后也有一些大哥大姐来帮忙，所以就有买一些吉他，甚至有是免费的，就送给我，让我带回去部落里面教那些弟弟妹妹。但其实也不是真的教，我希望他们自己可以喜欢这件事情。然后我家是免费的空间，我家已经变成青少年中途之家了，家里动不动就一大堆不知道哪里的孩子这样，然后他们就是下午练吉他，练完了晚上就一起煮饭，然后吃个饭聊聊天，然后再回家这样。然后阿公阿嬷、父母亲也都放心那些孩子来，反正就免费的那个安亲班。但是要吃饭这件事情就很不容易了，一来呢孩子们有10几个，然后还有加我的拍照的团队也是10几个，哇，这摆出来是3、4桌那种像板凳一样。那没办法，电锅都要煮2次，要2轮的电锅才办法把它煮起来。然后煮菜呢，就是那个，你们看过板凳那种大的那个锅子没有？我们用那个在炒菜，因为我不希望只有我会煮菜，我要这些国中生、高中生也一起会煮菜，所以我就买菜买好了，他们就自己在那切菜啊，切高中生哦，刚打完脚在流汗了，就切菜啊。切菜，不卫生啊！晚上吃，他有的朋友要吃，哥我有洗手啊，可是刚刚他才去拿拖把拖地板，这可能是很关心的。然后我不想煮啊，我就想说教他们煮，因为之前带他们的上一批，我都有教他们煮菜，煮平地人的菜不一样，平地人的菜很好煮，就是沙拉油加盐巴，跟那著名料理不太一样。然后就旁边就是因为想要让他们自己煮，然后就是旁边教他们放什么菜啊，比如什么，然后先爆香啊、辣椒，感觉我是中透塞，然后但是煮很慢，我就很烦，我就开始喝啤酒，大概喝了快1个小时半了，才煮好，我就已经酒醉了，就是边喝然后边发牢骚，赶快要动作这样，好像搬家酒，然后重点是我那些台北来的朋友。摄影团队们的，他们没有看过这样的情形，一群国高中生在煮菜，然后看起来像在拌兜，然后可是就是年轻的小朋友那种，然后煮完菜，然后吃完还开始跳舞，这就是一个我觉得我本来都觉得这个画面我自己很习惯，然后被那些朋友讲，我就觉得好像我家真的很像中途之家，所以女儿那个不要的小孩就是我现在带的是高2就是从高1直到国小6年级的，但是他们上一批我已经带了5年，然后他们都长大了，今天也有来，欢迎部落的年轻人。养的王胖嘟嘟的，这是我带的第一批，也是很棒的弟弟，然后让你们听听看他们的歌声，带这首《我们的约定》。